Hello， 大家好，又係 Kevin 啊！相信各位喺屋企健身嘅朋友仔最大嘅煩惱就係要喺屋企買一大堆嘅啞鈴，搞到屋企立立亂。咁今日咧，我哋就會為大家介紹翻一個台灣嘅 Bison 品牌，佢嘅 Pure Series 重訓套裝咧就會有一個壺鈴啦、調教式嘅啞鈴啦，同埋有支巴嘅。咁而且咧佢嘅風格咧係比較簡約白色設計啦，非常之靚仔嘅。加上佢嘅重量咧係比較輕身啲，適合我哋一啲新手使用嘅。最正嘅就係佢連個把位都有設計過嘅。你見到佢咁大套嘢，其實擺埋之後咧，佢收納都係非常之細，唔會佔用好多嘅空間嘅。如果你屋企多啲位嘅話咧，亦都可以咧攤開嚟擺嘅。咁你行過嘅時候咧，亦都可以隨時咁樣取回翻兩嘢啦。咁成套擺喺屋企客廳嗰度咧，都唔會覺得礙眼嘅。套裝入邊件件都咁猛料。首先講翻呢一個30磅可調節嘅壺鈴，佢有5段嘅重量，由10至到30磅，隨時可以轉換。想粗薄就較輕啲，練腳嘅你咪較重啲咯，好方便㗎。專利嘅卡槽設計，揈嚟揈去都咁穩陣嘅。而呢對12.5磅可調節啞鈴都好正㗎，重量由2.5磅到12.5磅，有5段嘅自由調節空間，卡扣亦都非常順滑安靜。就算你話半夜舉兩下，都唔會嘈親屋企人㗎。重點係兩個啞鈴配合埋擁有專利夾扣設計嘅槓鈴桿，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一支 barbell 啦，長度啱晒男女使用，再加上專用嘅啞鈴架，承重又夠，所有嘅器械亦都可以放得整整齊齊，啱晒我呢種咁自律嘅男人啊！一套集齊啞鈴、啞鈴架、壺鈴同埋一個槓鈴嘅重訓套裝，唔使左砌右砌，慳水又慳力。無論你係想練你嘅手臂、腰腹或者大腿，一套 Bison 嘅重訓啞鈴就已經可以搞掂晒㗎啦！而家即刻留言，我想要，即刻俾個優惠碼你。